你係咪都試過？朝早起身準備出門口，洗面照鏡嗰陣，突然見到自己兩眉之間無端端多咗幾道紋，個心當堂赤一赤，眉頭一皺，心諗：唉，近排真係捱得太辛苦，壓力大到連皺紋都走晒出嚟。喺我哋呢座生活節奏極之急速嘅城市，10個人入面9個都係眉頭深鎖，大家為咗供樓，為咗份工，為咗仔女嘅前途，日日頻頻忙碌，手到眉心打晒結。你以為見到嗰啲紋純粹係歲月嘅摧殘，係老咗嘅痕跡，但係今日我想同你講一個顛覆你認知嘅真相。喺呢個世界上，有一條紋，100萬人入面都未必揾得出一個有。就算真係俾你喺街頭巷尾撞到一個，9成9嘅人都會當佢係普通皺紋，覺得佢只係繡出嚟嘅。根本冇人知道呢條紋背後其實藏住一個極大嘅天機，同埋一段深不可測嘅因果。首先，我哋要糾正一個天大嘅誤區，真正嘅印堂串紋絕對唔係你想生就生得出嚟，更加唔係你日日捱夜發脾氣皺眉頭就可以逼出嚟嘅。我哋平時見到嗰啲兩眉之間密密麻麻、橫七遠八、深淺不一嘅紋，喺商學上叫做凡夫紋。顧名思義，就係凡夫俗子都會生嘅紋。點解會有？因為肝氣鬱結，心氣唔順，你日日煩惱住下個月嘅開支，晚晚掛住啲解唔開嘅人際恩怨，啲鬱氣塞晒喺心口。只要你日夜操心，世事糾結，唔使3-5年，呢啲凡夫紋一定會現晒出嚟。你想擋都擋唔住。好多人為咗貪靚，走去搽貴價護膚品，甚至打針想撫平佢哋。但只要你個心仲係暖，啲紋轉頭又會生翻出嚟。但係有一條紋，佢不偏不倚，正正由眉心直插上去。中醫叫嗰個位做泥丸宮。呢條直直嘅單一腕紋，點解萬中無一？點解咁難遇到？因為佢根本就唔係人嘅紋，唔係皮肉老化、膠原蛋白流失搞出嚟嘅，更加唔係你情緒堆積出嚟嘅。佢係神印，係老天爺刻喺靈魂上面嘅記號，真正嘅天命純紋，摸上去有少少微弱嘅凸起。無論你係刻意放鬆定係特登皺眉，佢都穩如泰山，唔會消失。老一輩真正懂行嘅師傅成日講，見到面上有呢條紋嘅人，唔好隨便議論，更加唔好輕視。點解？因為呢個唔係凡人嘅相，係天命之相，係帶住前世因果、帶住使命落嚟凡間嘅人先至配有嘅印記。普通人連個門盤都摸唔到，靈魂根本未收到嗰個層次。你要明白，天地之間有一套極其嚴格、不容作假嘅篩選法則。一個普通人如果渾渾噩噩咁過一世，淨係識得追求吃喝玩樂，滿腦子都係貪嗔痴，死咗之後靈魂重新投胎，塊面上係絕對唔會有呢個印記嘅。呢道紋強求唔到，模仿唔嚟，亦都偽裝唔出，係天地自然篩選嘅結果，係因果輪迴嘅定數。試諗下，天地之間咩人先可以帶住前世嘅修為、願力同功德轉世？絕對唔係尋常嘅善男信女，更加唔會係嗰啲成世人自私自利嘅凡夫俗子。能夠留得低呢道願紋嘅人，前世必定係修行之人。佢哋可能係喺深山老林裏面幾十年如一日不食人間煙火嘅行者，又或者係發低大願要落凡間救苦救難，唔捨得丟低眾生嘅有情人，甚至係一啲前世做咗無數善事，積咗幾世功德，但係仲有心願未了、執念深重嘅有緣人。佢哋前世修咗一世、幾世甚至10幾世，功德冇白費，願力冇斷到，神色冇消散，人死如燈滅。大部分人過咗忘川河，前塵往事就使到虔虔正正。但呢種靈魂，佢嘅慈悲同執念太重，重到連天地法則都要為佢留一線，所以呢個記號先至會跟住佢個靈魂，穿過生生世世嘅輪迴，跨過生死，深深咁刻喺今生嘅印堂上面。呢條紋其實就係佢靈魂嘅備忘錄，係召喚佢返去完成使命嘅符號。你再仔細諗下，呢個世上有幾多人可以前世修到呢個地步？有幾多人可以生生世世都唔墮入惡道？
堅守住嗰份修行，唔俾紅塵嘅物欲吞噬，唔被業力牽住走。100萬人之中難得一個，1萬人之中都未必揾到3個，所以呢條文先至會少到咁可憐。唔係老天爺唔想現出嚟，而係能夠承載得起佢嘅人太少太少，能夠通過天地篩選嘅靈魂實在太罕見啦。呢個就係佢稀少嘅第一個真相。門檻太高，福德唔夠，願力唔深，修行唔足嘅人，靈魂裏面根本冇呢個印記。投胎轉世之後，面上自然唔會顯現。普通人連修行嘅門都未摸到，連微小嘅善念都未必守得住，又點可能擁有呢份天命印記？聽到呢度，你可能會諗：我今世安分守己，得閒捐下錢，幫下街坊，對父母又算孝順，從來唔做傷天害理嘅事。咁我老咗嗰陣，係咪遲早都會生得出呢條神印，證明我係個好人？我好老實話俾你聽，難過登天。點解？因為大家將天地間嘅法則諗得太過簡單。你以為命運係一部汽水機，入個銀仔落去，個掣跌罐福報出嚟就搞掂？錯啦！呢度印記根本唔係你今世做幾年好事，念幾句佛號，捐幾次錢，或者幫幾次街坊就可以立刻生出嚟嘅。要解開呢個迷思，我哋首先要明白一樣嘢。佛家成日講嘅業力同願力究竟係乜嘢一回事？普通人今世行善，例如孝順父母、樂於助人、唔呃神掂鬼，呢啲絕對係好事。但呢啲行為喺靈魂嘅層面上，其實係喺度還債同埋儲首期。你今世做嘅點滴善行，係為緊你嘅靈魂鋪路，修補緊你前世留落嚟嘅業障，為你下一世積累資糧。可能因為你今世嘅善良，你下一世會生得平平安安，又或者喺你今世晚年嗰陣，面上會變得慈祥啲。但係要憑空生出一條清晰、固定、有少少凸起，代表住天命嘅神印，點解幾乎冇可能？因為天地法則非常之森嚴，靈魂嘅印記絕對唔係幾十年嘅善行就可以立刻改寫、立刻激活嘅。佢需要嘅係累世嘅沉澱。呢條文其實係靈魂嘅備忘錄，係一份願力嘅封印。咩叫願力？就係你前世甚至之前幾世有啲未完成嘅使命，有啲未還願嘅心願，有啲未到願嘅眾生。你當時發咗一個極大嘅誓願，話我一定要返嚟做完佢。呢份強大嘅念頭凝聚成一股力量，穿透咗生生世世，少一世嘅堅持都唔得，少一分功德都唔得。你試下擘大眼睇下身邊嘅人，甚至反省下自己。我哋呢啲凡夫俗子，靈魂裏面平時裝住啲乜？佛家講貪、嗔、癡係人嘅3大毒藥，聽落好似好深奧，但其實日日都喺我哋身邊上演。貪唔一定係話你要貪幾千萬，要做首富，去街市買餸想鋸多條撐係貪，見到人哋個仔考到好學校，心裏面酸溜溜想自己個仔威過佢，都係貪。老咗怕死，四圍求神拜佛想長命百歲，一樣係貪。嗔就更加普遍，出街食飯時應面黑少少，你就無名火起；屋企人講錯半句話，你就火冒三丈，記仇記足幾個月，甚至落雨塞車，你都可以喺車入面鬧足半個鐘。癡就係執迷不悟，明明知道段關係冇結果，都要死纏爛打；明明知道投資錯咗，為咗面子死都唔肯認輸；明明知道因果報應，但總係覺得自己會係例外嗰一個。佛門有話，六道輪迴入面，眾生就似喺個巨型洗衣機入面係咁轉，絕大多數人生生世世都喺裏面俾貪嗔癡折磨，轉到頭暈轉向，滿身業力，滿身習氣，好不容易今世有緣投胎做人，靈魂裏面其實係空空如也嘅，根本就冇修行嘅根基。一個連自己情緒都控制唔到，連一個微小善念都未必守得住嘅人，靈魂裏面點可能留得低一份咁神聖嘅天地印記？就好似一塊瘦到裂開嘅爛地，冇播種，冇淋水，冇落肥，冇人日日夜夜去守護，你點可以奢望佢突然之間生出一棵參天大樹？你點可以奢望佢開出聖潔嘅花？印堂嗰度勸文，
就係靈魂裏面嗰棵參天大樹，佢係累世修行嘅種子開花結果，係生生世世嘅善念用水同肥料滋養出嚟嘅。冇累世嘅耕耘，永遠都唔會出現。呢個就係點解佢咁稀少嘅第二個殘酷真相。靈魂嘅門檻實在太高，凡夫俗子無緣，惡人無份，只有真正發大願、守得住本心嘅修行者，先至有資格而帶呢個印記落嚟凡間。聽到呢度，你可能會覺得個心沉咗落去，心諗既然係前世注定，咁我今世做咩都冇用啦，反正我都冇呢條文。如果你咁諗，就正正跌入咗痴嘅陷阱。命運同面相從來都唔係死板一塊。我哋講累世因果，唔係叫你認命，而係叫你認清自己個靈魂處於咩階段。你今世行嘅每一段線，講嘅每一句好說話，都係喺度幫你塊靈魂嘅田地鬆土。不過你又知唔知，就算有一個人，佢真係帶住極大嘅福德同願力投胎，本來命中注定有呢條天命神印，但只要佢喺今世嘅日常生活入面行錯一步，做錯一個決定，老天爺都會毫不猶豫咁將呢份福報收返。就算印堂本來有光，都會瞬間變成一團死氣。你可能會問，究竟係乜嘢力量咁得人驚，連天地黐嘅神印都可以塞死？當我哋由靈魂嘅高度落返去中醫同面相嘅角度睇自己塊面嗰陣，你會發現，原來老天爺要收返你嘅福報，第一步就係鎖死你身上嘅一個門戶。嗱，呢個門戶究竟喺邊度？答案正正就喺你塊面上面。喺傳統嘅中醫入面，兩眉之間嘅印堂絕對唔單止係一塊普通嘅皮肉。呢個位古人叫佢做命宮，道家甚至稱佢為泥丸宮。佢係心肺之氣交匯嘅核心，係全身氣血、神明、靈性匯聚嘅最關鍵部位，直頭係人體先天之本同後天之氣嵌接嘅唯一窗口。古人留低過一句好有智慧嘅說話，叫做心主神明，肺主氣機。呢句文言文聽落好似好遠，我用大白話解釋俾你聽。心就好似一間屋嘅主人，管住你嘅神智同靈魂；肺就好似間屋嘅通風系統，管住你嘅呼吸同氣魄。而印堂呢個位就係神與魄交匯嘅大門，係氣血升降嘅樞坎，亦都係陰陽平衡嘅中心點。一個人嘅靈性同修為係唯一可以透過呢隻窗由內至外顯現出嚟嘅。試諗下，如果一間屋嘅主人日日發癲，間屋嘅通風系統又塞滿晒千年污垢，呢間屋嘅大門會變成點？一定係殘破不堪，烏燈黑火。放落人嘅身上，道理一模一樣。一個人如果心神不定，滿腦子都係雜念，自私自利，貪嗔癡樣樣齊，佢嘅印堂一定係晦暗無光、黐雜，生滿行文同雜文。點解會咁？因為佢嘅氣血淤堵，神明被蒙蔽，靈性被壓制，連最基本嘅氣機都通暢唔到佢嘅先天之本，一早就俾後天嘅濁氣冚住晒，根本就承載唔起嗰道清淨無染嘅天命傳聞。你試下行出街睇下，或者靜低心回想下身邊嘅人。呢個世上絕大多數人一世人都被名利、錢財、物質兼住個鼻走，心亂如麻，氣就亂如麻，神就更加亂如麻。好多人為咗面子，日頭喺職場或者生意場上爭名奪利，見高拜見低踩，夜晚返到屋企就焦慮失眠，腦海入面全部都係算計，遇事斤斤計較，人哋佔佢少少便宜，佢就記恨足一世。對住年邁嘅父母，佢嫌長氣，連一句好說話都慳得就慳。對住伴侶同仔女，佢又擺出一副高高在上嘅姿態，喐啲就發脾氣。對住街坊朋友，佢就滿腹密圈，唔肯蝕底半步。呢啲人可能初一十五都會去廟道上炷大香，求佛祖保佑佢發大財、家宅平安。但係佢個心早就俾局氣、怨氣、貪氣、怒氣同小氣塞死咗。當命宮閉塞，神明就唔會出嚟，靈性亦都唔會現身，連最基本嘅氣血暢通都做唔到。你話老天爺點會將嗰度代表天地護佑嘅神印賜俾佢？就好似一個極高電壓嘅插頭，你硬係要插落一個已經生晒銹、漏緊電嘅爛插座度，結果得一個就係全屋燒仔。老天爺唔賜印俾佢，
其實係因為佢個肉身同靈魂根本就裝唔落呢份福報，只有嗰啲前世心神純正、願力堅定、功德深厚嘅人，今世再配合清淨嘅心性，佢個心先至可以同天地神明呼應，印堂打開咗，氣機通暢，氣血充盈，神魄安定，嗰度區紋先可以清清楚楚、穩穩陣陣咁紮根喺皮肉之上，顯現在命宮之中。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好水慕嗰啲擁有神印嘅人，覺得佢哋既然被天地選中，印堂大開，氣血通暢，咁佢哋呢世人實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逢凶化吉，一帆風順啦。如果你真係咁諗，咁你又再一次將天地嘅法則睇得太簡單啦。好多人以為老天爺賜得呢度印堂本文俾你，就等於俾咗張無限透支嘅黑卡你，保證你今世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其實呢個諗法大錯特錯。喺天地嘅法則入面，福報從來都係一把極其鋒利嘅雙刃劍。你以為係天命，其實亦都係天罰；你以為係福報，其實分分鐘係一場劫數。點解咁講？你試下諗深一層，一個擁有真正神印嘅人，天生靈性比普通人強百倍，佢哋直覺準確，容易趨吉避凶，身邊總係有貴人扶持，甚至自帶一種令人信服嘅氣場。呢啲係乜嘢？呢啲就係天地借俾佢嘅法器，係用嚟幫佢完成前世未了嘅使命，去救度眾生嘅工具。但如果呢個人投胎之後喺紅塵入面迷失咗本心呢？如果佢將呢啲超乎常人嘅靈性同運氣用嚟貪財好色、驕傲自大、作惡多端，如果佢用天地賜俾佢嘅聰明才智去呃神添鬼、損人利己，你估老天爺會點？佢消耗福報嘅速度會比普通人快千百倍，而當業力反噬嗰陣，報應來得比任何人都快、都狠。輕則諸事不順、妻離子散，重則橫臥前身，跌入谷底，永不翻身。點解報應會咁重？因為佢失背咗天命，糟蹋咗前世千辛萬苦收落嚟嘅功德，就好似一隻本來用嚟渡人過海嘅大船，你攞咗去撞山，方向錯咗，隻船沉得仲快，死傷得仲慘重。天地有好生之德，亦有平衡嘅規矩，老天爺根本唔敢將咁大嘅力量、咁深嘅福報隨便交俾一個心性未定、慾望纏身、善惡不分嘅凡人，怕佢承受唔起，怕佢做下無邊惡業，連累屋企人，甚至連累身邊無辜嘅人。早年呢座城市入面有一個叫耀華嘅中年男人，佢40幾歲，做生意起家，初頭賺咗少少錢，成個人就開始狂妄自大，目中無人。為咗賺得更多，佢開始喺貨品上做手腳，以次充好，惡啲街坊客對住幫佢打江山嘅伙計，佢刻薄到加01；對住年邁嘅父母，佢嫌棄人家老態龍鍾，過節都唔返去探望；對住老婆，佢更加係有咗錢就心思思，喺外邊胡天胡地。佢嘅心術不正，自私自利，貪得無厭。後來佢開始晚晚失眠，發惡夢，成日覺得心口翳悶，脾胃又差，周身唔聚財。有次機緣巧合，佢走嚟問我點解近排運勢咁差。我望住佢塊面，見到佢印堂發黑，橫紋交錯，雜紋叢生。佢個命宮已經完全閉塞，氣血淤堵，靈性完全被壓制。我當時語氣好重咁同佢講：你個心已經壞咗，氣已經突咗，神已經散晒，你命宮閉塞，莫講話承載神印，連最基本嘅平安福報你都快守唔住。如果再係咁落去，唔單止身體會垮，生意會敗，晚年仲會非常凄涼。耀華聽完當場冷笑，佢覺得我講嘅嘢係迷信，笑我唔識做生意，覺得只要有錢就可以解決世上所有問題。佢轉頭就走咗，繼續佢嗰套巧取豪奪嘅做人方式。結果呢，唔使3年，遇到經濟環境一轉差，佢啲生意因為信譽破產，一落千丈，周圍爭落一身街數。老婆忍無可忍，帶住啲仔女離開佢。後來佢仲突發急病，連落床都成問題，晚年身邊一個照顧佢嘅人都冇，孤苦伶仃，日日喺懊悔同痛苦入面度過。
呢個就係最真實嘅因果。心壞咗，面相就壞，面相壞咗，命運就跟住壞。耀華連普通人嘅福報都守唔住，更何況係嗰度萬中無一嘅天命神印。天地篩選嘅過程係無比嚴苛、無比謹慎嘅，所以只有嗰啲前世修行紮實、今世心性根基極深，能夠扛得住使命、守得住初心、經得起誘惑、耐得住寂寞嘅人，先至配得上呢度原文。呢個就係天命印記咁稀少嘅終極原因，唔係老天爺撚枕，而係天地嘅慈悲。天地唔敢輕易賜印，係為咗保護眾生，亦都係為咗保護嗰個尚未修成正果嘅靈魂，免得佢因為承受唔起巨大嘅福報而灰飛煙滅。聽到呢度，好多人個心可能會覺得好灰。既然天地嘅門檻咁高，要求咁嚴格，老天爺係咪淨係睇得見嗰啲帶住大天命落凡間嘅人？如果我只係一個普普通通嘅小市民，一世人冇做過咩轟轟烈烈嘅大事，淨係喺自己個小家庭、舊區街坊裏面默默耕耘，清清白白咁做人，老天爺究竟又睇唔睇得見我呢啲凡夫俗子嘅善心呢？其實最深厚嘅修行，往往唔係發生喺深山古廟，而係喺我哋最平凡嘅煙火日子裏面。點解咁講？因為老天爺嘅眼睛從來都唔係淨係望住嗰啲帶住大天命要做大事業嘅人。天地之間嘅法則雖然嚴苛，但同樣充滿慈悲。對於絕大多數喺紅塵入面打滾嘅普通人，只要你肯修好自己個心，老天爺一樣會俾出最公正嘅回報。喺舊陣時嘅屋村裏面，有一個街坊叫全叔，佢大半世人都只係做啲普通嘅基層工作，賺嘅錢僅僅夠糊口。但係佢為人極之忠厚。後生嗰陣，父母身子唔好，長年臥床，全叔日日夜夜端茶倒水、洗衣做飯，喺床前侍候足足10幾年，從來未聽過佢呻過半句辛苦，亦從來冇嫌棄過老人家陣除。到父母百年歸老之後，全叔依然係嗰個默默無聞嘅好人。街坊鄰裏邊個屋企水喉漏水，邊個搬重嘢要幫手，只要嗌一聲，全叔永遠係第一個冒埋去幫手嘅人。屋村裏面有啲師奶因為少少閒氣嗌交，佢又會出面做和事佬。佢成世人都唔會去呃神動鬼，唔貪小便宜，更加唔會同人斤斤計較。去到中年，全叔機緣巧合之下開始接觸佛理，每日早晚都會靜靜地坐喺屋企念幾段經文。佢唔係為咗求發達，只係想個心平靜啲。就係咁，佢一世人清心寡欲，知足常樂，從來唔同人爭執，亦從來唔抱怨命運唔公平。就係咁樣一個普普通通掉落人堆裏面都揾唔返嘅老人家。去到70幾歲嗰陣，有街坊發現佢本來平滑嘅印堂中間慢慢透出一道極之淡嘅怨紋。嗰道紋若有若無，唔行埋去仔細睇根本睇唔到，但你若果輕輕摸落去，會感覺到有一絲微弱嘅凸起。無論全叔笑緊定係皺眉，嗰道淡紋都穩穩陣陣喺度，唔會消失。呢道紋就係面相學入面講嘅善行。全叔前世未必係咩得道高僧，佢嘅靈魂裏面亦未必帶住咩驚天動地嘅大願力，但係佢今世幾十年如一日嘅行善積德，將孝順做到極致，將善良變成咗一種本能。佢一世人嘅堅守，慢慢喚醒咗靈魂深處極微弱嘅修行根基，感動咗天地。老天爺喺佢晚年賜下呢道善行，就係對佢一生清白做人嘅印證，亦係俾佢晚年嘅福報加持。全叔晚年行得走得，無病無痛。啲仔女雖然唔係咩大富大貴，但個個都極之孝順，一家人和和睦睦。對一個普通人嚟講，呢個難道唔係最大嘅天命、最大嘅福報咩？但係你試下調轉頭睇下，好似全叔咁嘅人，一世人入面可以遇到幾多個？1萬個人入面都未必揾得出一個。絕大多數嘅普通人，後生嗰陣為咗爭名奪利，鬥到你死我活；到咗中年就日日焦慮煩躁，怨天尤人。就算去到晚年，貪嗔癡依然一分都冇減低，仲係掛住啲兒孫瑣事，掛住啲棺材本，一世人心唔靜，氣唔順，神不定，言行舉止永遠帶住自私同計較。呢啲人嘅印堂早就生滿晒橫紋、暗紋、凶紋，
連一絲靈性都透唔出嚟，連一點微小嘅善念都守唔住，老天爺又點會認可佢？又點可能生得出善行？天命善文絕對唔係富貴嘅符號，亦唔係用嚟向人炫耀嘅資本。無論係清清楚楚嘅深文，定係若有若無嘅淡文，佢哋本質上都係一份沉甸甸嘅責任，一份逃唔甩嘅因果，一份老天爺對你心性嘅蓋印。聽到呢度，我知道有好多人會即刻攞塊鏡出嚟，死驗住自己個印堂，心諗死啦，我眉心乜紋都冇，有啲仲要係打橫嘅走紋，咁我係咪注定今世命苦，乜福報都冇？如果你真係咁諗，甚至因為自己冇呢道紋而覺得自卑或者恐懼，日日對住塊鏡擔驚受怕，呢種心態究竟係乜？我話俾你聽，呢個就正正係佛家講緊嘅貪同痴。貪啲乜？貪求一種肉眼睇得見嘅保證，貪求老天爺俾個特殊記號你，證明你與眾不同，證明你下半世實有運行。痴啲乜？痴迷於表象，你將自己一世人嘅悲歡離合、運程起伏，全部歸咎於塊面上邊有冇多條紋。如果你真係咁諗，你已經完全搞錯咗因果嘅順序，跌落咗一個極大嘅迷局。我哋今日花咗咁多時間講呢度極其罕見嘅天命善文，講背後嘅因果同門，絕對唔係為咗製造焦慮，更加唔係叫你去比較。所謂商學、命理，甚至係玄學，從來都唔係叫你認命，更加唔係叫你執迷於身上有咩特徵。古人留低呢啲學問，其實係一塊用嚟照鏡嘅工具，佢唔係用嚟照你塊面，而係用嚟照你個心。你試下調轉頭諗，如果你真係天生就有呢道神印，你估真係咁好受？老天爺派得呢個人俾你，即係話你今世係帶住極重嘅使命落嚟還債同渡人嘅。你要承受比普通人多10倍嘅磨練，你要將自己辛辛苦苦積落嘅福報分俾眾生，稍為行差踏錯，天罰就兜頭劈落嚟。而我哋大部分嘅普通人，心底裏其實只想享福，唔想擔責，只想舒舒服服過日子，唔想經歷9981難嘅修行。既然你發唔出普度眾生嘅大願，老天爺又點敢將呢個千斤重擔壓落你身上？所以冇呢道紋，絕對唔係壞事。呢個只不過代表你係一個普普通通嘅靈魂，老天爺俾咗你一個自由身，俾你一個輕輕鬆鬆做凡人嘅機會。普通人有普通人嘅安穩，你可以專心照顧好自己個小家庭，享受平凡嘅天倫之樂。呢個本身就已經係一種極大嘅福報。你一定要記住一句話：相由心生，命由己造。再靚嘅面相，再罕見嘅神印，如果個心壞咗，命一樣會壞。相反，就算你生成一副最普通嘅凡人相，只要你個心好，命就一定會慢慢好起嚟。既然係咁，我哋呢啲冇神印嘅普通人，點樣先可以喺今世修出一個圓滿嘅人生？我俾3個最貼地、最實在嘅生活建議你，唔使你花大錢去求神問卜，亦唔使你去深山閉關，只要你由今日開始做。我唔敢寫包單，你聽日就會發大財，中6合彩。但係古人覺得，只要你堅持落去，不出半年，你個心境、氣息同運勢一定會有翻天覆地嘅變化。第一，日日反省，守好個口。儒家成日講，每日3省吾身。你每日夜晚瞓落床，合埋眼嗰陣，問下自己，今日有冇講錯嘢得罪人？有冇因為小小事對屋企人發脾氣？有冇喺背後講同事或者街坊嘅是非？言為心聲，你把口講出嚟嘅嘢，就係你個心嘅風水。一個人嘅福氣同好運，往往就係喺呢啲微細嘅口業同怨氣之中，不知不覺咁流走晒。有錯就認，聽日就改，守得住把口，就守得住你嘅福報。第二，遠離消耗你嘅人。佛家講共業，你同咩人行埋一齊，就會沾染佢哋嘅業力。如果你身邊有啲親戚朋友，日日都充滿怨氣、自私自利，睇邊個都唔順眼，貪親痴樣樣齊，我勸你最好同佢哋保持距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佢哋身上嗰啲隔氣同負能量，遲早會過埋俾你，搞到你氣機塞住，運勢變差。多啲同善良、正能量、心態平和嘅人一齊，你嘅氣場都會跟住好起嚟。第三，每日做一件微小嘅善事，
古語有云：勿以善小而不為。好多人以為行善積德就一定要捐幾百萬去建廟收皮，其實根本唔係。你喺街度見到人跌咗嘢，提佢執返，搭車讓個座俾老人家，對住成日為你操勞嘅伴侶講句多謝，甚至只係對住屋村個看更笑下，講句早晨，呢啲微細到唔起眼嘅善念，日積月累，就係你靈魂最好嘅養分，亦係為你下一世鋪路嘅資糧。古人話：納福無門，為人自照，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天命印記之所以稀少，係因為因果法則無比森嚴。但係打開命運大門嗰條鎖匙，從來都冇離開過你自己嘅手心。前世嘅修行係今生嘅根基，而今生嘅行善就係來世嘅福報。唔好再被塊面上嘅表象迷惑，唔好再俾無謂嘅慾望牽住走。你今日種低咩因，聽日就得咩果。把心修好，氣自然順，氣順命就自然安。講到呢度，關於印堂換紋嘅天機、因果同修心之道，我已經毫無保留咁分享晒俾大家。如果你覺得今日呢番話對你有啟發，幫到你解開咗心裏面嘅結，不妨點個讚，訂閱呢個頻道，將呢份善念同正能量傳遞出去。最後，我想邀請你喺評論區寫低你而家最放唔低或者最執着嘅一件事，無論係一段過去嘅感情、一份鬱結嘅恩怨，定係對未來嘅焦慮，寫出嚟，當係同老天爺交個底，個心會鬆啲，好運自然就會跟住嚟。祝願大家福慧雙收，一生平安喜樂。